今日嚟教大家一個非常之實用嘅防身術，大家睇嘢。哇！前邊仲有個死老嘢，哎呦喂！大家睇到未？非常之實用，嗰邊條木嘴都不在話下。死靚仔，幾咁好嘅防身術，我都覺得係車大炮。最好嘅防身辦法就係你要有碌棍。接落嚟，我同大家演示一下。最重要嘅係出其不意，一定要做到快準。旁身電擊槍，小巧玲瓏，攜帶方便，男女老少一嘢就跌，專治各種阿貓阿狗。操作簡單，快速上手。電擊槍係你不可多得嘅旁身利器。正所謂 AK 在手，天下我有。AK 作為一款平民等級嘅眾生平等器，佢有非常之多嘅優點，唔單止佢殺傷力夠大，而且佢無論你嘅武器殺傷力有幾咁大，喺我毒氣彈面前都係細路，佢可以殺人於無形。便攜式導彈先係你最好嘅選擇，有佢在手，只需要用你嘅手指輕輕一撳，人擋殺人，佛擋殺佛。大家點下關注，3、2、1，準備上鏈接。便攜式導彈造價高，一般家庭消費唔起，高端嘅防身術往往係採用最簡單樸素嘅方式。關注我，學習更多嘅防身知識。